过来消息来看，花莲南区一间国小有家长投诉讲，导师讲话来霸凌囡仔，考试囡仔的身材清差，互囡仔真着伤。学校嘛表示讲，已经调查处理了。班导咧甲全班的同学讲话，针对一个姓吴的囡仔的一寡行为，请大家斗阵看是毋是适合。啊，不过老师的情绪真激动，所以也无动学加回答。既然你会不舒服，那请问你对我说的事情，你觉得我会不会不舒服？会不会？跟你说，我那里随时都有你家里的电话，请你过来一趟。已经太久了，爸爸妈妈可以饶了我吗？请你过来处理，那是你的小孩，不是我的。读国小5年的姓吴的学生，因为甲同学纠纷，互家长投诉，佮加上感觉老师平常时对管教无公平，要甲老师的手机藏起来，毋过学校安排辅导了师生关系议员真紧张。老师常常会在课堂上，就是依他的身材、他的穿着去做开玩笑，引导同学去哄笑。他经过我儿子，基本上不是白眼斜眼，就会讲去死。他嘲笑身材、穿着、长相，也不是只针对我儿子，都是班上特定的某些孩子。因为最近雄雄问妈妈安怎无听死亡，家长真心疼，佮反对发生不幸，要求学校将这老师调离。关府到处表示，会依照委员会调查结果，再做出裁决。那所有的程序已经进入校事会议的一个进行流程。至于说受理的内容跟老师的说法，我们就有待校事会议的时候，我们会邀请外面的委员做一个调查。本案学校已经受理调查，那现在在调查的程序当中，那会视调查的结果，我们来做一个后续的相关处置。有其他家长事后表示，这老师是代课老师，做班导，互人产生疑虑。学校强调会搁加强学生的心理辅导，也加强老师情绪的管理。公视新闻采访。